姑娘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大哥，你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就过来看我朋友的。我知道，你别紧张，我不是公安局。那钱拿着，我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下。唉，你早说嘛！你看把我吓的。行，那去我那儿吧。不，去我家。行，去你家。大哥，咱们是不是以前在哪儿见过啊？是啊，咱们是见过。如果不见过的话，我就不会找你了。赶快走吧。怎么还有一个女的呀？如果要玩3个人的话，那得另外加钱。你先过来一下。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你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做，需要加多少钱我都加给你。行，没问题。闯祸了，我不需要这个，我只需要你给我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声的叫，叫得越大声越逼真，越投入越好。没其他的了？没了。来，你坐这儿。听好了，你就叫，不停的叫，用你的声音来刺激他，明白吗？开始吧。
你的第一个广告就在这个地方拍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海宝，你看看，闹闹玩多开心啊！当时你浑身湿透了，我拿毛巾帮你擦干，你抱着我，偷偷告诉我，说你喜欢我抱着你的感觉。老妈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拍的特别好。我喜欢你抱着我的感觉。傻孩子。还有上一次，在那个地方，我追着你问，我问你闹闹是不是我们的孩子，你说不是，你说你是跟别人生的，当时我就疯了，我对你大叫大嚷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跟我说清楚。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有什么权利管我？你爱过我吗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我有，我真的有。不要忘了，你已经结婚了。在幼儿园的那个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。你撒谎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那你要我从哪里说起？不可是。那天我离开你，其实我根本没有走，我就坐在楼道里，有一个男人，他上来带我走，说他爱我，于是我就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孩子是他的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做太残忍了？你就不残忍吗？他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收留我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就是，就他妈的他收留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难道不可以吗？你管的太多了。赶快好起来吧！你看闹闹多可爱。爱宝，我带你跟儿子一起玩好吗？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来，闹闹，爸爸抱。啊，房子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随时可以住进去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让我再想想吧。没什么好考虑了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闹闹吧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到宾馆接你们过去。来，抱着车，我看怎么玩的。来，掉了，就掉了，掉了。我看，来，你把这个拿，来。这个是融掉了粘上的。粘上的。我带你跟闹闹一起玩。走。来，闹闹，你看妈妈来了，来，来。闹闹，滑皮车，跟妈妈玩好不好？啊？来，我让妈妈转一转，跟妈妈玩，妈妈可愿意跟你玩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来，围绕妈妈玩，来，过来，暖暖过来，在妈妈前后啊，跟妈妈说个话，来。